苗栗消息，苗栗县政府已经有够散啊，搁赔纳这个电话费28档，开7万几块的冤枉钱。这个代志是安尼。3点前，这个苗栗县政府呢，网球场甲中华电信租一款叫特种的电话机啊，不过几档后，这款话机啊早就无咧用啊。县政府呢无办停用，搁继续咧纳这个月租费，一直到最近，和网球场的工作人员发现，才发现讲赔纳这一档的费用。 我看一下，说是不是没有缴到电话费？有2个月租费，我就打电话问他说，为什么会有月租费2个？苗栗县网球场的工作人员真小姐，伊发现这笔特种电话月租费已经交几啊档，但是伊讲前到当唔知迄电话生做虾米款。我来问我说，那你知道那话机是什么话机吗？他说他也不清楚，他说有可能啦，他说有可能会震动。 贾小姐对早才知讲，县府对30几档前开始租一台中六钱古早型的电话机，即马拢民国几年啊，早就无咧用啊。但是租金煞继续咧缴，估计无用的时间已经有28档，开7万外月租费。在那个话机的使用年限到了，就应该帮我们更换新的。那你有来更换过吗？他说没有，也没有记录，那就代表他这笔收费是非常不合理。 中华电信书面回应，只要客户无退，就会继续服务，拢会使通话使用。一场他会做处理啦，会跟电信局那边看有没有办法退回租金啊。苗栗县府的财政已经困难啦，网球场还阁咧交，即种已经早就无咧用，录音甲个种月租费，要缴7万外块，互袂少苗栗县民拢看袂落去，讲完全拢要甲公家的钱当做钱。